中国当局说，东突厥3的大型建筑项目已复工，油田工人已恢复生产，服装厂正在制造口罩，春耕已经开始。中国官方媒体上经过官方审核的图像和报道显示，整个地区为防控武汉病毒封锁了1个多月后，那里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官媒人民日报3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布，新疆全面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但对这个基本不发达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人们存在疑问。他们不清楚严格执行的封锁是否让某些居民生活困难。在东突厥散这个有2450万人口的地区，官方统计的武汉病毒确诊病例是76例，其中3例死亡。但是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一直对多达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心。这些人被关在一个庞大的集中营中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截止3月20日，来自南疆以维吾尔为主的贫困县的2万余人已被送到和田、喀什和首府乌鲁木齐等城市工作。据官方媒体《新疆日报》报道，政府的目标是在3月底前将5万名工人送到这些城市去。土耳其知名电视频道在节目中讨论了全世界正在面临的武汉病毒。记者在节目中暗示，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各种镇压，说道，警察将无辜的维吾尔父亲、母亲在其孩子的眼前带走关押在集中营，被关押的维吾尔妇女受到各种骚扰。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也同样受到了歧视和迫害，为此没有一个正义者站出来说话表态。就在这时，整个世界在一个病毒面前束手无策，难道这不是上帝的回应吗？有媒体报道说，英国一些官员在武汉病毒疫情问题上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中国或将面临处理疫情的清算。英国《每日邮报》上周末报道称，英国官员对中国传播错误信息，试图通过疫情牟利等做法感到愤怒。包括英国的科学家们就中国现阶段只有81439确诊人数发出警告，怀疑隐秘了至少15到40倍的确诊人数。还有，中国政府放任散播美军是病毒源头的谣言。报道援引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现在唯一的优先事项是处理疫情危机，但每个人都知道，当这一切结束后，必须要有一个清算。报道还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虚假消息宣传，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政府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在散布谎言。对于中国透过疫情试图以医疗物资争夺性的提供协助其他抗疫国家来扩大自己经济实力的愤怒和警醒也与日俱增。英国首相甚至面临内阁压力，要求阻止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就英国 5G 网络建设达成协议。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讨论了全球石油危机和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等问题。克里姆林宫方面周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在电话通话中同意让两国最高能源官员进行会面，讨论全球油价暴跌的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起我们自给自足，我的土耳其全国团结活动。内阁会议结束后，埃尔多安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埃尔多安总统在讲话中说，在影响全球的武汉病毒疫情应对措施范围内，我们将为低收入公民提供附加支持。为此，我们发起我们自给自足，我的土耳其全民团结活动。我通过捐献我的7个月薪水来启动这项活动。埃尔多安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向我们的医院和其他卫生部门分发了2400万个外科口罩、300万个 N95 口罩、超过100万个防护服和18万多的防护目镜。我们有能力进一步提高这些材料的产量。